你哋最近有冇留意到網上好多人喺度感慨，話而家嘅女明星，但係靚得千篇一律，毫無靈魂，舊人轉眼就唔記得。真正能夠令人記一世、經驗一個時代嘅，始終都係80年代嘅港台女星。林青霞嘅英氣勃發，王祖賢嘅明豔動人，關之琳嘅雍容華貴，李嘉欣嘅冷豔絕倫。呢幾個名隨便挑一個出嚟，都係能夠鎮得住場面嘅絕色。不過喺呢啲絕色女星神仙打架同台競豔嘅年代，整個香港演藝圈卻流傳住咁樣一句話，一句被所有人公認嘅鐵律：再紅都唔過鐘楚紅，再發都發唔過周潤發。各位，呢句話嘅分量有幾重？能夠同嗰個年代如日中天嘅周潤發齊名，放眼整個港台影視圈，唯有佢一人。當時嘅媒體毫不吝惜咁將香港第一美女嘅桂冠戴喺佢頭上，就係咁樣一個女人，係最風華絕代嘅年紀力壓群豪。佢喺所有人都以為佢會繼續稱霸影壇，甚至走向國際嘅時候，悄悄咁息影咗。冇聲淚俱下嘅記者會，冇超過天下嘅退院聲明，佢就好似一陣風，嚟得轟轟烈烈，走得乾乾淨淨。後來有人問佢當年點解捨得放低呢一切，佢只係淡淡笑住話：我覺得自己冇咁重要。但係各位，你哋又知唔知？就喺佢紅透半邊天嘅嗰啲年頭，成龍曾經對佢展開過極其猛烈嘅追求，甚至令鐘楚紅差少少就陷入咗一場佢完全唔知情嘅隱婚騙局。後來發生嘅事不僅令整個香港娛樂圈震驚，更讓人睇清呢個女人骨子裏面嘅嘢。一個命格如此之高、氣場如此之強嘅女人，呢一生從來唔爭唔搶，從來唔虧欠任何人，佢要承受旁人睇唔見嘅沉重命運。天道究竟係點樣算佢呢一生嘅賬嘅呢？今日我哋不妨宏觀啲去睇，用易經嘅角度嚟攞開時光嘅迷霧，睇一睇鐘楚紅嘅一生究竟說明咗咩因果。要睇懂鐘楚紅嘅命運，我哋唔可以淨係睇佢企喺紅地氈上嘅樣，我哋要回到佢嘅起點，睇睇佢嘅根扎喺邊度。如果你去過香港，或者對香港有啲了解，一定聽過重慶大廈。嗰度可唔係咩高尚嘅半山豪宅，而係一個魚龍混雜、三教九流匯聚嘅地方。受棟大廈裏面住來自世界各地嘅基層勞工。相反同過客鐘楚紅就係喺呢度長大嘅。佢父親做住女裝同裝修嘅細本生意，屋企一共有6口人，日子過得近不白，絕不寬裕。作為家中嘅長女，鐘楚紅母親金大小姐嘅眉，從11歲開始，佢就要幫住父母打理生意。佢唔係嗰種坐吃葡萄花瓶挑剔剔嘅細路女，佢係真係捲起衫就做嘢，學會咗鑑別珠寶睇成色，認真嘅同三教九流嘅人打交道。你哋回想一下自己嘅11歲，嗰個年紀嘅細路大多仲喺父母懷裏面撒嬌，但鐘楚紅已經喺重慶大廈嗰種複雜嘅環境入面，摸爬滾打咗嘅嗰個年紀嘅佢，就已經喺生活嘅磨礪下明白咗一個最殘酷亦都最真實嘅道理：你咪天生嘅，但能夠喺呢個世上安身立命嘅本事，係要靠自己一分一毫尋翻嚟嘅。從義理嘅角度嚟講，呢個叫咩？呢個叫做坤卦。坤為地有得載物，大地從不挑剔，落喺佢身上嘅嘢係好係配，佢只係默默咁承載，默默咁生長。鐘楚紅嘅底色，坤卦佢嘅命格入面有一重極其接地氣嘅堅韌。呢個亦都係點解後來佢進入光怪陸離嘅娛樂圈，卻始終能夠保持清醒，冇飄喺半空中嘅原因，因為佢嘅根早喺重慶大廈嘅歲月裏面就已經深深咁扎入咗嚟土島。時間一晃到咗佢19歲嗰一年，正所謂女大十八變，鐘楚紅已經出落得亭亭玉立，美豔不可方物。佢母親睇住自己嘅女，心裏面好清楚，呢個細路生得咁好模樣，如果唔出去見下世面，實在太可惜。於是母親自作主張，替佢報名參加咗香港小姐嘅選拔。喺嗰個年代嘅香港，講這選美可唔係一場普通嘅 show，
嗰係無數基層女仔逆天改命，跨越階級嘅入場券，靠住選美搖身一變，成為霍家嘅豪門貴婦。你睇趙雅芝從港姐嘅舞台走出來，成為整個華語圈最優雅嘅白娘子。嗰個舞台，只要你企上去，人生就截然不同。鍾楚紅企上去咗，可是命運卻同佢開咗一個巨大嘅玩笑。鍾楚紅從小喺重慶大廈長大，性格其實好內向，甚至有啲質樸。佢根本唔習慣嗰種充滿鎂光燈、虛榮同算計嘅大場面。到咗決賽嗰一日，着住高踭鞋行台步，對佢嚟講簡直係一場災難。佢行得唔熟練，甚至行錯咗位置，顯得有啲笨拙。最後嘅結果，佢只得到一個第4名，冇入到前3甲，冇豪門公子嚟獻殷勤，冇一夜之間改變命運嘅爽文劇本。佢企喺嗰個金碧輝煌嘅舞台邊緣，心裏面清清楚楚咁知道自己冇攞到過獎通往上流社會嘅入場券。各位，如果你以為打擊去到呢度就結束，咁你就太小睇天道對一個人嘅考驗啦。康姐落選之後，鍾楚紅並冇放棄，佢緊接着去香港無線電視參加試鏡。佢諗既然選美唔得，咁就靠自己做戲啦。可是命運嘅大門再一次對佢重重咁關上，因為壓力太大。佢喺鏡頭前說話唔利落，口窒窒，試鏡亦都失敗咗。入娛樂圈嘅2條路，選美考電視台，喺短短幾日內全部被堵死晒。呢個對一個19歲嘅女仔嚟講係咩感覺？係天塌落嚟嘅感覺。你會覺得自己一無是處，你會懷疑自己係咪呢世人就只可以回到重慶大廈，繼續過嗰種暗無天日嘅基層生活。喺易經裏面，呢個叫做否卦，天地不交，萬物不同。上面嘅天往上升，下面嘅地往下降，天地背道而馳。呢個係一個阻塞不通、極度唔順嘅死局。鍾楚紅當時嘅命運就走到咗呢個死局嘅最深處。但係各位，我哋讀易經最重要嘅一個智慧就係明白物極必反。否卦到咗極點，接下來係咩？係太過否極，必然太耐具解耐。當一個人被命運逼到牆角，所有嘅路都被堵死嘅時候，你唔好絕望，你只要繼續向前行，哪怕一步，轉機可能就喺嗰度。就係鍾楚紅試鏡失敗，隧道雙喜咁行出電視台大門嗰一刻，佢一低頭一抬頭，不小心撞上咗前面嘅一個人。呢輕輕嘅一撞，就開咗佢呢世人最大嘅命運盲盒。俾佢撞到嘅嗰個男人唔係別人，淨係當時香港演藝圈赫有名嘅影帝劉松仁。劉松仁轉過身睇住呢個眼眶微紅、滿臉失落卻難掩驚人美貌嘅女仔，佢冇嬲，亦都冇講太多廢話。高人睇人，睇嘅骨相同氣場。劉松仁一眼就睇出呢個女仔身上有一重未經雕琢、極其罕見嘅野性特質。佢做咗一步決定，將鍾楚紅引薦俾一個正準備拍第一部電影嘅年輕導演，而嗰個導演就係日後大名鼎鼎、籌起香港黑幫電影半壁江山嘅杜琪峰。各位，你話命運呢件事，有時候係咪真係令人覺得敬畏？康姐冇選上，試鏡又失敗。鍾楚紅嘅人生劇本本來已經同娛樂圈徹底斷咗聯繫，佢因為一個偶然嘅轉角，撞上咗改變佢一生軌跡嘅貴人。呢個唔係巧合，呢個係天道嘅規律。當老天爺要交俾你一項大任務之前，必定會先剝奪你嗰啲輕而易舉就能夠得到嘅嘢，將你逼入絕境，然後喺你最不設防嘅時候，派一個貴人嚟為你開路。劉松仁嘅出現就係鍾楚紅命局之中嘅嗰一道光，徹底劈開咗否卦嘅黑暗。演藝進入電影圈只係第一步，鍾楚紅並唔知道等待佢嘅嘅，畢竟係萬丈光芒嘅聖土，肯係名利場裏面無數嘅暗戰，又或以及一場差啲令佢身敗名裂嘅驚天騙局。真正嘅考驗而家先至啱啱開始。鍾楚紅踏入電影圈嗰一日，整個香港演藝圈並冇幾個人對佢抱有太大嘅期望。嗰個年代嘅香港片場
就好似一個巨大嘅造星公看，每年唔知有幾多張漂亮鮮嫩嘅面孔被星探帶入嚟。今日紅透半邊天，聽日可能就被觀眾拋喺腦後溝。生得靚嘅人太多，但能夠留低嘅寥寥無幾。況且鐘楚紅冇科班背景，冇受過正統嘅戲劇訓練，佢只係一個被劉種人偶然撞見，順手引薦入嚟嘅新人。喺嗰啲摸爬滾打多年嘅老戲骨眼中，佢不過又係一個靠樣食飯嘅花瓶。但好快所有人，包括嗰啲見多識廣嘅大導演都收聲啦。點解？因為鐘楚紅身上有一樣嘢係別人就算將條命拼上，學一世都學唔嚟嘅。嗰個叫做老天爺想飯食，嗰個叫做真正嘅天賦。當時片場流傳住一個細節，開機前其他女演員可能仲喺度對住塊鏡補妝，仲喺角落裏面痛苦咁醞釀情緒。佢隨手將一頭茂密嘅拳髮撥亂，漫不經心咁整理一下以嚟，只要導演一咪開機，佢行到鏡頭前，唔需要1秒鐘嘅過渡，直接入戲。佢企喺邊度嘅空氣就跟住佢轉，嗰個角色瞬間就活生生咁企喺你面前。當時仲係新人嘅張曼玉喺旁邊目睹咗呢一切，直接睇到傻咗眼。張曼玉後來都係一代影后，但當時嘅佢睇住鐘楚紅嗰重渾然天成、野性與純真並存嘅爆發力，心裏明白呢種嘢你冇辦法用後天嘅勤奮去換取，呢個就係命裏面帶出嚟嘅靈氣。但係各位，如果你以為鐘楚紅就只係靠住呢份靈氣喺娛樂圈混日子，咁你就大錯特錯啦。天分決定咗你嘅起點，但真正決定你能夠走多遠嘅係你對待呢份天分嘅態度。時間呢就1988年，各位估下呢一年鐘楚紅拍咗幾多部電影？13部，你冇聽錯，足足13部。嗰個係香港電影嘅黃金年代，片場嘅運作速度快得好似瘋狂嘅滷水線。有時候演員一日要跑3個劇組，連瞓覺嘅時間都係喺保姆車上將就，冇時間俾你休息，冇時間俾你慢慢揣摩劇本。攝影機一開，你就要交出最好嘅狀態。喺呢種極度高壓，甚至有啲剝削嘅刑事公案裏面，好多演員會選擇交行貨，亦即係隨便演敷衍過去。但鐘楚紅冇，佢從來冇敷衍過任何一個鏡頭。喺電影流金嘅歲月裏面，佢同張曼玉同場鬥戲嗰時嘅鐘楚紅光芒萬丈，舉手投足間嘅風情幾乎將張曼玉都蓋過去。導演楊帆後來回憶話，當鐘楚紅喺度演一場極其複雜而悲傷嘅感情戲時，佢嘅感染力強大到令整個劇組屏住呼吸。嗰一刻，楊帆睇住監視器，竟然連大情都忘記咗。佢迎來咗演藝生涯嘅高峰。27歲嗰年，喺電影《秋天的童話》裏面，鐘楚紅與周潤發再次合作，呢個係佢哋從影以嚟第6次出演情侶。喺當時嘅香港，呢對組合就係票房嘅定海神針。只要海報上印住周潤發同鐘楚紅嘅名，觀眾就係願意掏錢買飛。佢哋兩個人之間有一種旁人學唔嚟嘅化學反應，嗰係一從兩個人只要並肩企埋一齊，銀幕上就會自然生長出嚟嘅強烈張力，根本唔需要多餘嘅台詞，一個眼神交匯，觀眾就已經相信咗佢哋相愛。《秋天的童話》至今仍被譽為8部不可不睇嘅香港電影之一，係華語影壇一座難以逾越嘅愛情文藝豐碑。但係各位老朋友，人生最殘酷嘅真相，往往就藏喺最繁華嘅表象之下。喺嗰個年代，香港電影圈對4位最頂尖嘅女星有一個合稱，叫做夏玉芳紅。林青霞、張曼玉、梅艷芳、鐘楚紅，呢4個女人代表咗香港電影最璀璨嘅星光。我哋嚟睇睇另外3位。林青霞，金馬獎影后，武俠片裏面東方不敗嘅絕唱。梅艷芳，金像獎、金馬獎4料影后，香港嘅女人。張曼玉更係攞獎攞到手軟，金像獎唔錯，金馬獎死錯，後來甚至成為亞洲第1位康城影后。可是唯獨鐘楚紅，佢喺金像獎同金馬獎上有過6次提名，
無數次入圍，卻永遠都差過臨門一腳。佢呢一生從未攞過任何一座影后獎座，呢個成為咗無數影迷心中最大嘅意難皮。記者們替佢唔值，追住支米問佢：紅姑同佢哋齊名，你卻從未封后，你係咪覺得好遺憾？係咪覺得評審唔公道？你哋估中咗，紅係點樣回答嘅？佢冇抱怨，冇酸言酸語，更冇流露出半點唔甘心。佢只係眉眼彎彎咁笑住話：冇得獎就係我演得仲未夠好。各位，一句話就咁樣一句輕描淡寫嘅話，一個喺嗰個年代紅透半邊天，被萬人追捧嘅女人，用咁樣一重近乎謙卑嘅姿態，將所有人嘅惋惜輕輕接住，隨風放下。呢句話背後藏住幾大嘅智慧，喺易經嘅道理入面，我哋必須要睇懂呢個玄機。晚清名臣陳國藩權傾朝野，但佢俾自己嘅書房改名叫做求佢齋。點解？因為佢懂得天道嘅一個鐵律：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太陽到咗正午，接下來就必定要偏斜；月亮圓到咗極點，接下來就必定要虧缺。天道既滿，人道既全。我哋嚟算算鍾楚紅嘅呢筆命運帳。老天爺俾咗佢啲咩？俾咗佢傾國傾城嘅絕世美貌，俾咗佢無可匹敵嘅觀眾緣，俾咗佢同周潤發齊名嘅財富與地位。如果呢個時候再將代表現歷屆最高榮譽嘅影后獎座都交到佢手裏，氹佢呢個人就真係太滿啦。水滿則溢，氣滿則傾。喺玄學入面，當一個人將世間嘅好處全部佔盡嘅時候，嗰個就係最危險嘅時候，因為老天爺就要開始從你身上往外攞嘢啦，可能會攞走你嘅健康，可能會攞走你嘅婚姻，甚至可能會攞走你條命。呢個就叫做亢龍有悔。鍾楚紅冇攞獎，呢個看似係佢演藝生涯之中最大嘅一個缺口，但正係呢個缺口成為咗佢命運嘅洩洪島。佢不僅冇因為呢個缺口而生出怨恨，反而坦然接受承認自己嘅不足。佢用呢種唔爭唔搶順應天命嘅態度，化解咗命局中可能因為太滿而引發嘅災劫。佢唔係輸咗，佢係喺天道嘅呢盤大棋裏面退咗一步，而呢一退保存咗佢骨子裏面嘅清醒，亦都為佢接下來應對名利場中咁可怕嘅誘惑與桃花劫留低咗最堅實嘅底氣。那麼喺呢個充滿金錢與慾望嘅大染缸裏面，面對當時香港影壇大哥大成龍嘅瘋狂追求，佢又係點樣守住本心嘅呢？究竟隱藏住點樣驚心動魄嘅細節？講到香港娛樂圈嘅80年代，佢係一個點樣嘅世界？佢係烈火烹油，鮮花着咁嘅名利場，滿地都係黃金賭桌，都係誘惑。一個女演員，尤其係好似鍾楚紅咁，頂住香港第一美女頭銜嘅當紅女性，佢嘅身邊絕對唔會缺少狂蜂浪蝶，褲上捧住鮮花嚟，片上捧住劇本嚟。有人要砸重金俾佢名利，有人要用甜言蜜語俾佢所謂嘅安全感。喺嗰個年代，年漂亮嘅女性被富豪包養，或者捲入複雜三角戀嘅故事，幾乎每日都喺各大報紙嘅頭條上演。好多人就係喺呢啲五光十色嘅誘惑裏面，漸漸迷失咗方向，甚至賠上咗自己嘅一生。但係鍾楚紅冇，佢不僅冇迷失，仲喺最危險嘅桃花劫之中，展現出一重令我至今都極為佩服嘅手心智慧。我哋先嚟講講成龍。嗰時嘅成龍係邊個？嗰個係整個香港電影圈最炙手可熱嘅武打巨星，係真正嘅票房霸主，走到邊度都係前呼後擁嘅大哥大。1983年，鍾楚紅同成龍合作拍攝電影《奇謀妙計五輻射》，就喺嗰個片場，成龍睇中咗鍾楚紅。各位，你哋想象一下嗰個畫面，一個係形壇呼風喚雨嘅巨星，對一個20出頭嘅年輕女性展開咗極其猛烈嘅追求。喺劇組裏面，佢對佢噓寒問暖，跑前跑後將佢照顧得無微不至。今日送湯，聽日接送，佢從鋪天蓋地而嚟嘅浪漫與關懷，對任何一個涉世未深嘅女仔嚟講，都係極具殺傷力嘅。
旁人睇在眼裏，都以為呢對係正在熱戀中嘅金童玉女，男才女貌，天作之合，亦都以為佢遇上咗一段美好嘅良緣。但冇人知道，呢看似完美嘅愛情背後，藏住一個幾咁可怕嘅驚天米局。就喺前一年，亦即係1982年嘅12月，成龍早已經喺美國洛杉磯同台灣女星林鳳嬌秘密結婚啦，而且連個仔房祖名都已經出世啦。為了維持偶像形象，呢段婚姻對外界係絕對保密嘅，連香港最犀利嘅狗仔隊當時都被蒙在鼓裏，亦即係話成龍喺片場大張旗鼓追求鍾楚紅嘅同時，佢喺美國已經有咗妻子，有咗人質，有咗一個所有人都唔知道嘅㗎，始終咁包唔住火。世上冇不透風嘅牆，消息最終都係傳返香港，傳到咗鍾楚紅啲耳中。各位，你哋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係鍾楚紅，嗰一刻你係咩感覺？嗰絕對唔係普通嘅失戀或受傷，嗰係一個女人最珍貴嘅自尊心被人狠狠扔喺地上踐踏嘅感覺。佢喺完全唔知情嘅情況下，莫名其妙咁成咗一個破壞別人家庭嘅第三者，走進咗一段根本唔應該存在嘅孽緣。喺名利場裏面遇到呢種事，好多女明星會點做？有啲人會一哭二鬧三做，揾媒體曝光，藉機炒作一把自己嘅知名度。有啲人會選擇委曲求全，覺得反正對方係大哥大，只要能換嚟資源同地位，做小三又有何妨？但鍾楚紅係點做嘅？佢冇哭鬧，冇開記者會撕破臉，更冇半點流淚。佢選擇咗4個字：一刀兩斷。鍾楚紅立刻同成龍斷絕咗所有私下往來。當時五福星嘅票房大賣，公司正準備籌拍續集，理所當然咁想繼續用呢對男女主角，嗰可係整個香港票房最有保障嘅系列電影，係無數演員擠破頭都想入嘅劇組，代表住滾滾而來嘅金錢與名利。但鍾楚紅連諗都冇諗，直接退掉咗續集嘅片約。佢唔想再見到呢個人，唔想令任何人有機會再攞佢哋作文章，唔想令自己清清白白嘅人生同呢段骯髒嘅關係再有任何一絲牽連。當時圈內有人笑佢傻，話佢有錢都唔賺，得罪咗大哥以後點樣喺圈子裏面揾。但鍾楚紅從來唔係嗰種會為了你亦委屈自己嘅人，佢寧願失去大好嘅工作機會，寧願得罪圈內大佬，都要保存自己嘅清白。呢個仲唔係個別例子？當時香港嘅頂級歌王林子祥亦曾苦苦追求咗佢2年，但同樣因為對方當時係有家室嘅人，鍾楚紅明確拒絕，一句多餘嘅曖昧都冇，絕不給對方任何幻想嘅空間。更有甚者有苦想直接開出7位數字港幣嘅天價，只求能與佢共進一頓晚餐。喺80年代，7位數字係咩概念？佢係普通人幾世人都賺唔到嘅錢。面對呢種赤裸裸嘅金錢誘惑，鍾楚紅係點樣回應嘅？佢冷笑咗一聲話：要麼為咗錢去同人做朋友，我才不幹呢種事。志趣唔相投，再有錢都冇用。呢句話講得多麼乾脆，講得多麼清醒。喺易經裏面有一個卦叫做坎卦，坎就係咁應，就係男女之間嘅吸引與誘惑。名利場上嘅爛桃花、金錢誘惑都係極強嘅。坎卦磁場，當呢種磁場靠近你時，如果你定力唔夠，被慾望牽住鼻子走，咁坎卦就會轉變成噬嗑卦，亦即係官非口舌、身敗名裂嘅災劫。鍾楚紅點解能夠避開呢啲災劫？因為佢懂得正位，佢懂得正位。已經講究當位，亦即係話一個人要企喺屬於自己嘅正確位置上，唔係我嘅我一分不取，唔道德嘅關係。成龍嘅隱婚、林子祥嘅家室、富商嘅銅臭，呢啲都係不當位嘅誘惑。鍾楚紅骨子裏面有一重極強嘅自重，呢份自重成咗佢生命中最強大嘅防護罩。喺佛教嘅因果論入面，呢個叫做慧劍斬情絲。爛桃花就係業障，你沾上咗一點，佢就會好似藤蔓咁樣就會死死纏住，吸乾你嘅腹部。鍾楚紅喺知真相嗰一刻，
手起刀落斬斷業力，冇絲毫猶豫。佢守住咗自己嘅心，亦都守住咗自己乾淨嘅氣場。一個女人嘅氣場乾淨啦，佢嘅命運先至會越走越寬。如果佢當年貪圖成龍嘅資源，或者屈從於富商嘅金錢，佢就會淪為名利場裏面嘅玩物。咁佢後來又點可能遇上真正懂佢、含佢入骨嘅真命天子呢？呢個就係天道最公平嘅地方。你拒絕咗嗰啲唔屬於你嘅爛姻緣，老天爺先至會喺未來嘅某個路口為你安排一段真正嘅善緣。不過命運嘅考驗從未停歇，避開咗男人嘅桃花劫，鍾楚紅卻冇能躲過女人之間嘅閨蜜情結。佢同當時情同手足嘅張曼玉，竟然因為一句話走向咗公開決裂，而呢場看似慘痛嘅後舌之災，卻又喺冥冥之中牽扯出咗佢命中注定嘅嗰個男人。我哋都知道喺娛樂圈呢個大染缸裏面，女明星之間要維持真正嘅友誼，簡直比登天仲難，資源就得咁多。今日你搶咗我嘅女主角，聽日我壓咗你嘅紅地氈風頭。表面上笑臉相迎，背地裏暗流衝動。但喺80年代嘅香港影壇，卻有一對公認嘅神仙閨蜜，嗰就係鍾楚紅同張曼玉。佢哋兩個人，一個係明豔大氣嘅紅姑，一個係靈動俏皮嘅萬神。佢哋簽咗同一個經理人，亦即係大名鼎鼎嘅陳志強。兩個人經常一齊拍戲，一齊行街，出雙入對，好得簡直就好似着同一條褲。喺嗰個充滿算計嘅圈子裏面，能夠有一個可以交心、可以分享秘密嘅閨蜜，對佢哋嚟講係極大嘅精神慰藉。可是世間好物不堅老，彩雲依山流離去，往往傷得越深。1987年，一場冇預兆嘅風暴，徹底摧毀咗呢段神仙友誼。起因係一次極其普通嘅媒體採訪。當時記者喺採訪張曼玉時，旁敲側擊咁打聽鍾楚紅嘅近況。張曼玉為人率真，心裏面冇防備，喺同記者閒聊時，竟然無意中講漏咗嘴，透露咗鍾楚紅偶爾會喺一個叫朱家鼎嘅男人屋企過夜。各位，但喺嗰個年代，對於一個正處於事業巔峰且極度重視個人私隱嘅玉女明星嚟講，呢個簡直就係平地一聲雷。消息一電報，整個香港娛樂圈都炸開咗鍋。鍾楚紅睇到報紙嗰一刻，簡直係五雷轟頂，隨之而來嘅係極度嘅憤怒與震驚。點解佢會咁嬲？其實我同大家分析一下。鍾楚紅呢個人，我哋前面講過，佢骨子裏面係坤寡，極度自重，亦極度着重邊界感。佢將自己嘅私生活保護得嚴嚴實實。呢段啱啱萌芽嘅感情，佢一直守口如瓶，連最親近嘅人都好少提起。可是而家，牽係佢最信任、最交心嘅閨蜜，就咁樣輕描淡寫咁將佢嘅底牌揭俾全香港嘅媒體同觀眾。呢種咁嘅種感覺，就好似係你將背脊交俾咗最信任嘅戰友，結果戰友卻無意中朝你開咗一場，哪怕係冇意嘅，嗰種被出賣嘅痛楚，亦都係最深嘅。人喺極度憤怒同受傷嘅時候，往往會做出失去理智嘅舉動。鍾楚紅冇忍下呢口氣，不久之後喺另一個公開嘅採訪中，記者問起佢對張曼玉泄密嘅睇法。鍾楚紅一氣之下，亦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直接對住媒體爆出咗張曼玉當時嘅秘密戀情。張曼玉正在同著名導演爾冬升秘密交往。呢一下香港媒體算係徹底瘋狂啦，兩大頂流女星互相爆料對方嘅地下情，呢可係千載難逢嘅超級大頭條。消息一出，張曼玉亦都勃然大怒兩個人。你覺得我出賣咗你，我覺得你報復咗我曾經仍不痴嘅好閨蜜，就咁樣喺全香港人嘅注視下，徹底撕破咗臉。張曼玉甚至公開宣布與鍾楚紅斷絕一切來往。呢段曾經喺影壇傳為佳話嘅友誼，就咁樣因為兩次口舌之快灰飛煙滅。各位老朋友睇到呢度，你哋有咩感觸？喺易經裏面有一個卦象叫做兌卦，兌卦代表口，代表言語，亦代表喜悅。
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全靠呢把口，話講得好令人耳目春風，廣結善緣，但如果話講得唔小心，嗰就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張曼玉嘅無心之失同鐘楚紅嘅負氣反擊，正係犯咗對卦嘅忌諱。佛家常勸人要收口熱，因為言語嘅殺傷力有時候比到劍仲要鋒利。你今日隨口講出嘅一句話，可能會成為別人心中拔唔出嚟嘅刺。一段好好嘅緣分，往往就係俾呢啲不經意間嘅口舌俾生生斬短嘅。可是各位，天道嘅運作從來都係極其玄妙嘅。老子道德經入面有一句千古名言：禍係福之所以，福係禍之所伏。從來都係互相依存、互相轉化嘅。呢場閨蜜決裂嘅風波，對鐘楚紅嚟講，無疑係一場痛徹心扉嘅禍。但就喺呢場禍事之中，卻悄悄埋下咗一顆改變佢一生軌跡嘅福嘅種子。你哋有冇留意到張曼玉無意中講漏嘴嘅嗰個男人嘅名？朱家鼎正係因為呢場風波，呢個原本隱藏喺幕後嘅男人，被硬生生咁推到咗大眾嘅聚光燈下。朱家鼎係邊個？佢唔係富可敵國嘅超級豪門，亦唔係呼風喚雨嘅刑事大亨，佢係香港廣告界嘅一位頂尖才子。佢戴住一副眼鏡，品質彬彬，才華橫溢，喺嗰個年代最靠鐘楚紅嘅男人排成咗一條長龍。如果冇今次媒體嘅意外曝光，鐘楚紅同朱家鼎呢段看似女強男弱、地位懸殊嘅戀情，可能仲會喺地下隱藏好耐，甚至可能會喺外界各重暗流嘅衝擊下無疾而終。但係命運就係咁奇妙，呢場突如其來嘅曝光，就好似係一塊試金石，直接將呢段感情逼到咗懸崖邊上。面對媒體嘅長槍短炮，面對全香港人嘅指指點點，朱家鼎冇退縮，冇撇清關係，佢用自己成熟穩重嘅氣度，好似一座山咁穩穩咁擋喺咗鐘楚紅嘅面前，替佢遮風擋雨。而鐘楚紅亦都發現喺呢個充滿虛情假意、算計與背叛嘅娛樂圈裏面，只有呢個叫做朱家鼎嘅男人，能夠俾佢一從前所未有嘅踏實與安心。佢唔貪圖佢嘅名氣，唔消費佢嘅美貌，佢只係懂佢，尊重佢，將佢當成一個普普通嘅女人嚟痛愛。正係呢場看似糟糕透頂嘅泄密事件，反而成咗催化劑，令兩顆心緊緊扣起咗一齊。後來朱家鼎喺廣告界寫低咗一句震驚兩岸三地、傳頌至今嘅經典廣告詞。各位老朋友，你哋一定聽過，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呢句話當時係為一個名表品牌寫嘅廣告詞，但誰也沒有想到呢短短嘅14個字，竟然一語成讖，成為咗鐘楚紅同朱家鼎呢段感情，甚至鐘楚紅呢一生最真實、最殘酷，亦都最深情嘅命運寫照。因果嘅輪盤已經轉動，命運嘅齒輪開始咬合。31歲嘅鐘楚紅喺自己事業最如日中天、紅得發紫嘅時候，做出咗一個令整個華人世界都為之震驚嘅決定。佢要用自己如日中天嘅事業去進行一場豪賭，佢要退圈，佢要結婚。1991年12月10日，喺美國羅德島州嘅一座天主教堂裏面，鐘楚紅悄悄咁將自己嫁咗。呢場耗資200幾萬港元嘅婚禮，冇邀請任何一家香港媒體，冇閃光燈，冇鋪天蓋地嘅頭版頭條，佢就咁樣安安靜靜咁將自己嘅終身大事給辦妥。消息傳回香港，整個娛樂圈都沸騰啦。大家震驚嘅不僅僅係佢結婚，而係佢究竟選擇咗邊個？朱家鼎，我哋前面講過，朱家鼎係香港廣告界嘅頂尖才子，有自己嘅公司同事業。凡事怕比較，喺嗰啲曾經排駐隊追求鐘楚紅嘅人裏面，有叱咤風雲嘅刑事大亨，有富可敵國嘅豪門公子，有紅透半邊天嘅超級巨星。同呢啲人比起來，朱家鼎嘅財富與地位喺外人眼中，實在係顯得有啲單薄，甚至有人覺得佢根本配唔上呢位香港第一美女。無數人喺背後議論，
話紅姑係咪傻咗？放住咁多大好前程同豪門入，偏偏選咗一個普通嘅才子。面對外界嘅紛紛擾擾，鍾楚紅自己係點樣講嘅呢？佢笑住對身邊嘅人話：拍戲雖然好玩，但我從未做過人哋太太，不如試試睇。你哋仔細品一品呢句話，聽起來係咪輕描淡寫？就好似係講今晚玩個口味食啲其他嘢一樣普通。喺呢一盒盒係鍾楚紅最犀利嘅地方。佢話為了試試睇，唔係因為愛得死去活來失去理智，亦唔係因為咩非佢不可嘅偶像劇台詞。呢句話背後係一重極度清醒嘅底氣。佢清清楚楚咁知道，呢個叫做朱家定嘅男人，值得佢押上自己最好嘅時光，值得佢放低嗰萬丈光芒嘅星途，去換一份踏踏實實嘅煙火人間。呢個喺易經入面叫做咩？叫做知進退全忘，而不失其正。易經嘅干卦到咗最高處係亢龍有悔，龍飛得太高，唔知道退最後一定會面臨災禍。天道規律就係如此。勝敵必須鍾楚紅喺事業最鼎盛嘅時候睇透咗呢層虛妄。佢知道娛樂圈嘅鮮花同掌聲都係借嚟嘅，早晚有一日要還返去。與其等住被歲月同市場無情咁淘汰，不如喺最美麗嘅時候自己主動陷落神壇。老子道德經裏面有一句至理名言：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意思係話知道滿足就唔會受到屈辱，知道闊可而止就唔會遇到危險，咁樣先至可以保持長久。鍾楚紅嘅適應結婚就係一場順應天道嘅之治。佢用事業上嘅捨換來咗人生下半場嘅得。婚後嘅鍾楚紅幾乎係徹徹底底咁淡出咗銀幕。你哋能夠想象嗎？一個曾經喺微光燈下呼風喚雨，十指不沾陽春水嘅絕代女星，開始係上圍裙，走入廚房學住洗手作羹湯。朱家鼎中意食咩，佢就去報班學咩。朱家鼎中意攝影同行街，佢就陪住佢全世界咁跑，去睇山川湖海。嗰段日子裏面，偶爾有媒體影到佢哋夫妻倆一齊出席活動。相片上嘅鍾楚紅不再係嗰個電影裏面充滿野性、高不可攀嘅明星，而係一個眼神裏面透住無盡溫柔與安定嘅妻子。朱家鼎風度翩翩，佢優雅動人，旁人睇住都忍不住感嘆：呢個先至係真正嘅神仙眷侶。呢16年嘅婚姻生活，對鍾楚紅嚟講係老天爺對佢前半生唔爭唔搶、清醒守心嘅最大獎賞。喺呢16年裏面，佢冇緋聞冇爭端，只有一個女人最平凡亦最極致嘅幸福。各位老朋友，我哋到咗呢個年紀都會明白咩激情名利。萬人追捧嗰都係過眼雲煙，人呢一世最難求嘅就係每日夜晚返到屋企，有一盞燈為你亮住，有一個懂你嘅人陪你食一頓熱騰騰嘅飯。鍾楚紅倒贏咗，佢用自己最寶貴嘅青春同事業換嚟咗呢16年踏踏實實毫無雜質嘅愛。可是天地不仁，萬物為芻狗，命運嘅輪盤從來唔會因為你幸福就停止轉動。仲記得朱家定寫低嘅嗰句廣告詞嗎？就好似係一道早已寫好嘅符咒，靜靜咁懸喺佢哋幸福嘅頭頂。16年嘅神仙眷侶，終究地唔過天道嘅無常。2006年，一場冇任何預警嘅浩劫，生生咁撕裂咗呢份平靜。嗰一年，朱家定開始消瘦。各位，嗰唔係平常人為了追求健康嘅嗰種瘦，佢係真正經歷過大病嘅人先至懂得嘅。一重令你眼比白，睇住生命力喺度流失嘅消瘦。佢嘅面頰深深咁凹陷咗入去，眼眶變得極深。曾經合身嘅西裝開始空蕩蕩咁掛喺佢嗰日漸單薄嘅骨架上。媒體嘅嗅覺係最敏銳嘅，好快就有狗仔隊影到咗鍾楚紅陪住朱家鼎行出診所嘅相片。嗰張相片刊登出嚟嘅時候，老師我睇到亦都係心裏面震咗一下。相片裏面嘅朱家鼎瘦得幾乎令人認唔出嚟，而行喺佢身邊嘅鍾楚紅戴住大大嘅黑超，緊緊挽住佢嘅手，表情出奇咁平靜。大批嘅記者好似聞到血腥味嘅鯊魚，
咁樣圍倒過嚟，將支米幾乎戳到佢嘅臉上。尖銳咁追問孔固：你老公係咪患咗蟲病？係咪快唔得啦？面對呢啲字字誅心嘅逼問，鍾楚紅係點樣回答嘅？佢冇驚慌失措，亦冇崩潰大哭，佢只係隔住黑超，淡淡對住鏡頭話冇，佢只係喺度減肥。各位老朋友，呢個係一句大話，但你哋聽唔聽得懂呢句大話背後一個妻子嗰種滴血嘅心碎呢？喺易經裏面，坤卦代表大地，代表包容與守護。鍾楚紅此時此刻就係一堵密不透風嘅牆，佢要將所有外界嘅探究，所有嘅指指點點，所有嘅惡意與同情，全部擋喺外面。佢知道丈夫係個體面人，係個驕傲嘅才子，佢絕不允許呢個殘酷嘅世界喺佢丈夫最虛弱、最需要尊嚴嘅時候，將鏡頭殘忍咁對準佢，佢準佢愛。可是關起門來，確診嘅消息最終都係瞞住，係大腸癌，而且情況非常不樂觀。為了留住呢個男人，鍾楚紅幾乎耗盡咗自己所有嘅心血。佢帶住朱家定輾轉香港、台灣，甚至飛到美國，遍訪美利，試過咗當時所有能試嘅先進療法同偏方。曾經嗰個喺銀幕上鳳稱萬重嘅紅姑，變成咗一個每日為住老灶同藥煲轉嘅苦命女人。佢每日風雨不改咁親手為丈夫做午餐飯。朱家鼎食唔落眼嘅嘢，佢就每日俾佢炸新鮮嘅豆醬，一啖一啖咁餵俾佢飲。佢心裏面只有一個念頭，只要佢仲願意多食一啖，只要佢仲有一絲呼吸，我就絕對唔放手。嗰段時間，佢承受嘅巨大精神壓力同恐懼，係旁人根本冇法想象嘅。有一次，狗仔隊喺圓桌偷嚇到鍾楚紅嘅背影，眼利嘅人發現佢嘅頭頂竟然出現咗明顯嘅斑禿。各位，呢個意味着咩？呢個唔係普通嘅頭髮，呢個係因為長期嘅極度焦慮、睡眠嚴重不足，身體同精神雙重透支到咗極限，身體器官發出嘅崩潰信號，佢係喺度攞自己條命去拼命拉住丈夫往下跌嘅命啊！好似天道有常，生死有命。喺命理玄學之中，有一重劫數叫做生死劫。我哋常說閻王着定3更死，歲金留人到5更。當一個人喺呢個世間嘅緣分盡咗，佢喺呢層世間嘅福報同壽數耗盡咗，你就算用再多嘅錢、再深嘅愛，亦都係留唔住嘅。2007年8月24日，喺香港養和命和買院嘅病床上，朱家鼎終究都係走咗。嗰一年佢先至53歲，正係一個男人最成熟睿智嘅年紀。臨走前，朱家鼎已經瘦得只剩低皮包骨頭，佢用嗰雙幾乎冇力氣嘅手，死死咁緊緊咁握住鍾楚紅嘅手。佢冇講嗰啲前面死側嘅情話，亦冇交代咩龐大嘅遺產。佢只係用盡最後嘅力氣，喺住佢愛咗16年嘅妻子，艱難咁吐出咗4個字：利欲堅強。就呢4個字，係個係佢留喺人世間嘅最後一句話。葬禮嗰日，香港落住雨。鍾楚紅全身黑衣，戴住黑色嘅黑超，身形消瘦得好似一陣風就能夠吹倒嘅紙人。無數嘅閃光燈對住佢狂閃，佢手裏緊緊攢住一方白手巾，不停咁擦拭住黑超下止唔住嘅淚水。嗰種茫然無助，就好似一個突然唔見咗全世界嘅細佬。就喺呢個時候，一個人排開人群行到佢身邊。周潤發同發嫂第一時間趕到咗現場，幫佢打點一切繁雜嘅後事。喺度幾乎搖搖欲墜嘅鍾楚紅，周潤發冇講咩節哀順變嘅客套話，佢伸出雙臂，一巴掌鍾楚紅緊咁攬入自己寬闊嘅懷裏。鍾楚紅靠喺周潤發嘅肩膀上，終於忍不住崩潰咁大哭起嚟。各位老朋友睇到呢一幕，誰能不為之動容？當年秋天的童話裏面，孫頭赤同13妹喺紐約嘅街頭深情相望，如今喺現實嘅葬禮上，卻係生死相隔嘅悲涼。嗰個無聲嘅擁抱裏面，裝住佢哋多年的革命情感，裝住周潤發對呢位老友最深沉嘅痛惜，咁裝住鍾楚紅一個人再都撐唔住嘅。
天塌落嚟嘅重量。葬禮結束之後，所有人都以為事情會慢慢平息，但真正嘅痛，往往係喺喧囂退去、夜深人靜嘅時候先至開始翻晒。足足4個月，鐘楚紅着住個新校服，點樣勸都唔肯除落嚟。佢將自己死咁關喺屋企，不見客，不接電話，不出門。佢整個人瘦成咗一道影子。到咗夜晚，只要一合上眼，就係丈夫臨終前個骨瘦如柴嘅模樣，就係嗰無休止嘅噩夢。佢只能夠靠住大把嘅安眠藥，先至能夠勉強玩耐幾個鐘頭嘅麻痹。呢個喺佛家睇嚟叫做咩？呢個叫做求不得與愛別痴之苦，係人生百苦之中最痛徹心扉嘅劫難。我哋常說，點解老天爺咁狠？點解要讓咁相愛嘅兩個人陰陽相隔？喺玄學因果裏面，有一種講法，情緣其實就係情債。鐘楚紅同朱家鼎呢16年嘅婚姻太完美啦，太冇雜質啦。佢哋將普通人要收機世嘅恩愛喺短短16年裏面全部燃燒殆盡咗。緣分呢種嘢就好似一個有定量嘅水角，你哋愛得太濃烈太純粹，呢水缸裏面嘅水就消耗得越快。嗰個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就好似係天道俾呢段緣分下嘅一個精準嘅判詞。當呢16年嘅情債還清咗，緣分嘅債道用盡咗，天道就要將人收走啦。剩低嘅嗰個人必須用漫長嘅孤獨同撕心裂肺嘅痛楚去承受呢份曾經擁有嘅代價。外界當時都喺度睇住呢個無兒無女、獨居好酒嘅寡婦，猜測佢究竟能不能夠熬過呢個死劫。有人斷言佢一定會崩潰，亦有人打賭佢熬唔過2年，肯定會改嫁揾個依靠。但佢哋都低估咗鐘楚紅，佢哋冇聽懂朱家鼎臨終前嗰4個字。對鐘楚紅嚟講，究竟意味住點樣嘅靈魂救贖？當年朱家鼎走咗之後，全香港嘅媒體同觀眾都係用一種近乎殘忍嘅好奇心，著視住鐘楚紅一個冇子女、獨居喺好酒裏面嘅中年喪婦，女人佢嘅下半生該點樣冇？甚至有人喺私下裏打賭，話佢撐唔過2年，一定會再揾個富豪改嫁。畢竟佢依然風韻猶存，身邊從來唔缺追求者。還有人感嘆，話朱家鼎呢一走紅姑算係徹底失去依靠啦。佢呢一生算係完啦。但係各位，佢哋都睇錯咗鐘楚紅，佢哋根本唔明白一個將易經裏面坤卦嘅智慧融入骨血嘅女人，佢嘅內心究竟有幾大嘅定力。我哋必須承認，啱啱失去丈夫嘅嗰段日子係鐘楚紅人生嘅絕對至暗時刻。後來佢喺一次極其罕見嘅採訪中，輕描淡寫咁吐露咗一句令人心驚肉跳嘅話。佢話喺最絕望嘅時候，一些危險嘅念頭曾不自一次咁挖過佢嘅腦海。各位老朋友，你哋懂咩叫做危險嘅念頭嗎？都係想跟住愛人一齊走啊！佢係覺得呢個世間再冇留戀，想就此一了百了嘅絕望。佢諗過就咁樣算啦，太重啦，真係坐唔落去啦。可是每當佢走到崩潰嘅邊緣，朱家鼎臨終前死死握住佢嘅手，睇住佢嘅眼睛講出嘅嗰4個字：你要堅強，就好似一道驚雷，狠狠咁將佢從懸崖邊上拉咗翻嚟。佢回憶起朱家鼎講呢句話時嘅眼神，嗰裏面有太多嘅不捨，有太多嘅牽掛。呢個愛咗佢16年嘅男人，喺生命嘅最後一刻，最放心唔低嘅就係佢。如果佢就咁樣放棄咗自己，佢先至係對呢段感情最大嘅褻瀆。佢唔可以令佢失望，佢必須睇好好咁活落去，係佢睇呢個世界未睇完嘅風景。呢個就係情債嘅最高境界，唔係殉情，而係帶住你嘅嗰一份堅韌咁活落去㗎。身邊嘅摯友們亦睇出咗佢嘅狀態，大家都冇聲張，而係用最安靜嘅方式，默默咁托舉住佢。比如周潤發，佢冇拉住鐘楚紅去飲酒，亦冇講嗰啲蒼白無力嘅睇開啲人死不能復生之類嘅大道理。佢只係每個星期固定咁約鐘楚紅去行山，兩個人走喺向往青翠嘅山道上，傾下路邊嘅花草，傾下今日嘅天氣，傾下山頂嘅風景有幾好。
大自然係有治愈力量嘅。就咁樣一步一步，一日一日，喺山風與自由嘅陪伴下，嗰個被死神掏空嘅黑洞，先至被一點一點咁填咗翻嚟。足足4年嘅時間，鍾楚紅先至慢慢咁艱難咁將自己散落一地嘅靈魂重新執咗起嚟。當佢再次笑住出現喺大眾視野之中時，記者們最關心嘅問題：紅姑你仲咁年輕，點解唔考慮再嫁人？你難道唔寂寞嗎？面對呢個世俗嘅拷問，鍾楚紅給出咗2句押韻吊絕嘅回答。第一句關於再婚，佢話唔係因為咩承諾，係因為愛情仍在，係我自己心中嘅感覺。第二句關於寂寞，佢話我唔係享受孤獨，我係享受獨處。各位老朋友，只差咗幾個字，但境界卻係天壤之別。咩叫孤獨？孤獨喺你心裏面有一個巨大嘅破洞，風一吹就呼呼作響。你總是渴望別人嚟填滿佢，渴望從外界尋找依託。但咩係獨處？獨處係你心裏面住住一個人，裝住一段極之完美嘅感情。嗰16年嘅記憶足夠溫暖你往後嘅每一個寒冬。你行到邊度，佢都陪住你㗎，對住你。鍾楚紅係一個人生活，但佢嘅精神世界從來唔係空嘅，佢從來唔係真係一個人。呢16年，朱家鼎俾咗佢最純粹嘅愛，呢份愛已經化作咗佢生命裏面嘅養分。佢唔需要再揾另一個男人嚟尋求安全感，因為佢自己就已經足夠圓滿。喺易經裏面，呢個就係坤卦嘅最高境界，佢今屆最高禮界。坤卦嘅卦辭講地勢均，君子以厚德載物。大地從不說話，佢唔與天爭高低，唔與風雨爭長短，承載住萬物嘅生長與枯榮。你哋回顧鍾楚紅呢一生，有冇發現一個極其難得嘅特質？從來唔喺外面解釋自己。當年息盈退血，佢冇開記者會，亦冇長篇大論咁昭告天下，只係揮一揮衣就悄悄咁走咗。朱家鼎患病暴瘦，面對媒體嘅圍堵追問，佢平靜咁講大話，只係喺度減肥。佢用大地般嘅沉默，將外界嘅目光擋喺門外，堅決唔讓丈夫嘅尊嚴受到一絲一毫嘅打擾。喪夫之後，佢冇接受任何煽情嘅專訪，冇喺鏡頭前哭訴自己嘅悲慘，而係將自己關起來，用4年嘅時間，自己安靜咁消化掉所有嘅痛苦。後來有人起哄，想撮合佢同其他富豪，佢亦只係笑住揮手話唔好搞我啦，我而家好自由。喺呢個人人都渴望被看見，人人都中意喺網絡上抱怨變解立人設嘅時代，鍾楚紅嘅呢種不爭不辯，簡直係一重降維打擊嘅智慧。佢從來唔讓外界嘅聲音決定佢應該成為一個點樣嘅寡婦。佢唔被世俗嘅評價綁架，更唔將自己嘅內心交俾別人嚟評判。佢知道咩嘢值得在乎，咩聲音根本唔值得回應。佢將內心最深處嘅嗰個地方守得安安靜靜、乾乾淨淨。呢個就係厚德載物不爭。佢贏得咗所有人發自內心嘅尊重。如今鍾楚紅已經年過60，佢喺社交平台上睇到佢嘅相片，眼角有咗皺紋，但笑容依然咁明媚、咁鬆容。嗰係一重冇經過美美過度摧殘嘅自然老去嘅美瓜。佢嘅手腕上至今依然戴住30幾年前嘅一串佛珠，嗰唔知係一串普通嘅首飾，嗰係一個跨越生死嘅承諾，係一份融入骨血嘅記憶，係佢呢一生最完整最無憾嘅愛。佢曾說過一個天真嘅願望，將來去到天堂可以同佢重聚，萬法皆空，因果不空，天道嘅賬本從來唔會漏算任何一筆。鍾楚紅呢一生守住咗心，守住咗善，守住咗情義與清醒。佢種下嘅呢啲善因，化作咗佢晚年嘅平靜與騷擾，亦必定會喺未來嘅某個維度給予佢最圓滿嘅善果。佢話曾經擁有呢段婚姻已經好完美，有誰比佢更好呢？佢俾我嘅已足夠我一生受用。各位老朋友，我哋不妨捫心自問，我哋呢一生有冇一件事、一個人或者一段時光
可以讓我哋喺晚年滿頭白髮嘅時候，坐喺搖椅上，心滿意足咁講出呢句話，佢俾我嘅，已足夠我一生受用。如果有，請你務必好好珍惜，嗰係老天爺想俾你嘅福報。如果暫時仲未有，亦請你唔好灰心，繼續向前行，繼續好好咁生活，繼續保持你心底嗰份善良與清醒，因為你永遠唔知道喺邊一個命運嘅轉角，你會撞上嗰個改變你一生嘅人，就好似當年嗰個19歲嘅女仔，垂頭喪氣咁行出電視台嘅大門，卻一頭撞上咗劉松仁，從此整個人生就截然不同啦。潛龍在原唔係重點，而係重新選擇嘅機會，每日都係一個新嘅因。你今日種下嘅善意與從容，就係你聽日將要收穫嘅福報與處境。天道從來唔會辜負一個真心向善、懂得厚德載物嘅人，而你亦都係一樣。